香港政府公布咗一份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，喺專上教育嗰個部分提出咗一個建議，希望政府認可嘅浸會、嶺南同埋樹仁呢3間學院可以改成221學制，就喺頭2年讀預科，第3年同第4年再進修完成，可以攞埋高級文憑，而讀埋第5年就可以拎埋榮譽文憑。如果呢3間學院接受呢個建議，改制之後頭4年就會攞到政府嘅經濟援助。今日邀請大家嚟到樹仁論壇，因為政府係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提出咗一個新學制，喺我哋師生之間引發咗唔同嘅意見同廣泛討論。呢件事關乎到樹仁未來嘅辦學方向，甚至影響到學校嘅命運，影響好深遠。作為校長，我知道咁重大嘅決定唔可以我一個人獨斷獨行，所以我決定透過全體師生投票，集思廣益，一齊決定樹仁嘅前途。而家誠摯歡迎各位老師、同學踴躍發言，依家我哋一齊開始討論。今日出席論壇嘅嘉賓包括鍾校長、校董會主席、校友、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系會代表，以及2位學生代表。另外都好多謝各位老師同同學嘅參與。依家有請鍾校長為我哋發言。唔該晒主持人。而家香港嘅高等教育真係面對緊學位唔夠嘅問題，每年差唔多有1萬個中六畢業生冇辦法升讀本地嘅大專院校，搞到好多學生都要使大筆錢去外國讀書。根據預測，去到1980年代中期，2間大學嘅總入學人數會超過12000人。但就算再加多1700個學位，都仲係遠遠唔夠，仲有幾萬個中六學生冇辦法入到大專。我喺度想建議推行4年制同新制一齊行嘅多元學制，咁樣就可以大增學位，俾學生多啲選擇，去培養多元化嘅人才，推動社會同經濟嘅發展。不過喺呢個過程入面，教育質素嘅維持同提升都絕對唔可以忽略。我支持維持返4年制，因為要堅守返教育品質同埋我哋學校嘅辦學宗旨。我堅決主張政府一定要明確支持同埋維護4年制專上教育體系，保障返學術水平同廣泛認受性，咁樣先可以真正對學生嘅前途同專業發展負責。我堅決反對新制。依家4年制嘅課程設計已經好完整，教學水平都好高，仲要同海外嘅學術體系對接，可以更加好培養學生做一啲高難度嘅研究。但係新制太過側重考試，更容易令到學生為咗應付考試而讀書，削弱咗佢哋學習嘅深度同視野，仲會養成佢哋短視嘅學習心態。同埋新制嗰樣所謂嘅中六後2年嘅課程，根本唔係真正嘅大學程度，只係職業或者專業訓練。咁短時間，令人好懷疑佢哋嘅水平。更加重要嘅係，舊制專上學院嘅學歷一直得到好多國家嘅大學承認，我哋嘅畢業生可以直接去海外大學升學。但係新制嘅教育程度暫時都未得到廣泛認受，可能會削弱我哋畢業生嘅留學競爭力。新制太過側重考試，學生5年內要應付3次主要考試同評核，精神壓力好大，好容易令學習變成純粹為咗應付考試嘅工具，而忽略咗培養學生嘅宏觀視野同獨立思考能力。至於學術認可方面，
現行4年制畢業生嘅學術水平一直廣受海外大學承認，留學競爭力有保障，而新制嘅認受性而家未夠穩定，有機會削弱畢業生去海內深造嘅機會。講到政府資助同辦學宗旨，政府雖然承諾學院改制後頭4年會提供經濟援助，資助額同讀緊文化中學6年級嘅學生一樣，但係最後1年嘅進修課程就唔包喺資助範圍入面。如果我哋為咗攞資助就放棄樹人長期堅持嘅4年制辦學宗旨，咁就真係本末倒置，同我哋原本嘅方向背道而馳啦。我堅決反對新制。至於學術認可，但係最後1年嘅進修課程就唔包。大家好，我都好認同鍾校長同主席嘅睇法。白皮書將大專教育同理工學院嘅職業訓練擺埋一齊講，其實兩者嘅教育目標同教學方式本質上有好大嘅分別，唔係咁容易比較。依家221制淨係講佢第5年課程嘅學生具備同理工學院高級文憑以上1年程度嘅人有同等嘅資格同待遇，但冇提供具體嘅解釋同依據。呢個模糊嘅界定對我哋學校社會工作相關嘅專業課程都影響幾大。而4年制可以俾到學生有足夠嘅實習時間，令到佢哋嘅專業能力更加紮實。但係新制可能會壓縮咗呢個重要環節嘅時間，其實係削弱緊實務訓練嘅深度。大家好，我係樹人嘅校友，我支持政府嘅建議。如果樹人接受新制，就可以得到穩定嘅財政支持，從而提升辦學條件同埋改善校園環境。咁樣既可以紓解學院嘅經濟壓力，又可以優化教學品質，簡直係雙贏。點解唔支持呢？大家好，我認同佢哋嘅觀點。樹人學院自創校以嚟一直都堅持4年學制，課程嘅設計由淺入深，循序漸進。正因為咁，我哋先至有足夠嘅時間喺完成專業學業之餘，積極咁參加課外活動同埋義務工作，全面發揮自己嘅潛能，累積寶貴嘅經驗。但係我哋其實可以由另一個角度去諗，如果接受政府建議，學院就可以得到財政嘅支持，去提升翻學校嘅辦學條件，改善翻學校嘅環境。呢個對師生嘅教學同埋學習體驗都有幫助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如果接受改制，學院就可以得到政府經濟援助，可以幫我哋減輕部分辦學同埋就學負擔。所謂嘅2年預科、2年專上課程，再加1年深造，呢種割裂嘅設計根本就偏離咗專上學院應有嘅連貫教育體系。